各位来宾，热烈掌声欢迎！监察院长张国雅，监察院长内政部长叶俊荣，前副总统吴敦义，国民党主席洪秀柱。前立法院长王金平，前法务部长萧天赞，前原序部长朱武宪，前内政部政务次长林永坚。前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邱构成，前监察委员洪德玄，立法委员陈明飞，立法委员林代化，立法委员王定宇，立法委员广碧玲，花莲县长傅春琪，国发院院长林中山，前立委洪玉清，前立委沈智慧，前台南市长张立堂，高雄市政府副秘书长蔡国英，台北市议员谢维洲，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主任秘书陈其居，中山慈惠堂主委郭叶子，日月行馆总裁汤文万，韩良总裁肖登波，一贯道世界总会理事长李玉柱，一贯道总会理事长王宝忠。现在请一贯道各主线领导前人请起立，请各位来宾掌声欢迎。请各宗教领袖请起立，各位来宾掌声欢迎。欢迎。由于与会的贵宾非常的多，所以未能介绍到的贵宾，请您多多的包涵。稍待司仪再做补充介绍。感谢大家的莅临，谢谢大家，感恩大家，谢谢。